范闲入宫陪红烛演戏，得知太子和长公主的苟且之事。范闲陪着林婉儿入宫后，林婉儿要在宫中住上几日，范闲便打算见了宜贵嫔就先行离开。而此前在宫中长廊上，他正好碰到了红烛。本来红烛已经是他的人了，却因为避嫌被其他人看出来，两人也互相演了一场戏。红烛如今是庆帝身边的红人，虽然目前服侍着太子，但过不了多久就会被调入御书房内，以至于入宫的那些大臣们，别管职位高低，都不得不对这位红烛公公行个礼。所以红烛跟范闲相见后，红烛直接端正了身子，等待着范闲向他行礼。而范闲也一直站着身子，两人就这样在长廊中对峙。这本来就是演戏给外人看的。很快红烛身后的几位不认识范闲的小太监就开始指责起了范闲，这正是范闲想要的结果。话语之间，范闲也透露出了自己的名字。很快红烛也立刻训斥了那几位小太监，然后按照范闲的话扇了自己一巴掌。在外人看来，范闲和这位当红的太监红烛十分的不对付。实际上借着这个机会，红烛将一个纸条递给了范闲。同红烛分别后，范闲去见了一下宜贵嫔。宜贵嫔得知红烛和范闲发生的事后，也告诉了范闲尽量避免招惹红烛啊。毕竟如今红烛是庆帝身边最得宠的太监，由此看来，他跟红烛的戏码已经做得很足了。即便是当初亲手处理颍州事宜的苏文茂，也不知道他是帮红烛报了仇。红烛是范闲埋在这深宫之中最深的一枚钉子，所以无论怎样，他和红烛的关系也不能被任何人看出端倪。两人在外人眼中自然是越演越好。而这一次红烛传递给他的消息，让范闲也不由得震惊了起来。红烛给范闲传递的消息很简单，因为纸条限制篇幅并不算很长，用了当初和范闲商量好的一些隐语，避免落入他人手中后被解读出来。最开始的一段内容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写出了太子李承乾行床时的一些怪行为。他总喜欢将宫女和侍妃的衣裳掀起来，蒙住他们的头，只露出他们的下半身，然后就进行欢好。但第二段内容，范闲能够看出红烛在写的时候笔墨有些颤抖，似乎很害怕这件事儿。这段内容描述的是范闲离开京都的这一年里，李承乾所发生的一些事儿。早先李承乾因为花柳病的原因，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不过近一年他的花柳病被治愈了，行房的习惯依旧没有改变。而接下来的内容才是重点的。红烛在李承乾几次喝醉酒行房时，隐约间听到了他喊出了两个字姑姑。信息到了这里，范闲不过是认为李承乾对于李云瑞那美丽的容颜和完美的身躯有着无限的遐想罢了。虽然有点变态呢，不过至少还是能接受的。但真正让范闲彻底目瞪口呆的是第三段内容，这一段也是这个信息中最为重要的。第三段内容只有一句话，红烛说这几个月中李承乾很少亲近东宫里面的宫女和侍妾了，但精神却非常的好。如果单纯将这句话摘出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过跟前面两段放在一起，范闲却意识到了巨大的问题。红烛写得很隐晦，他看到了或者是听到了什么，却不敢在这张纸上表达出来。而范闲也猜到了红烛想要表达的意思，李承乾和李云瑞之间真正发生了那种乱伦的苟且之事。想到这里后，范闲不由得起身绕着书房走了好几圈，最终不由得骂了一句：你真他妈以为自己是杨过呀！范闲看完纸条后彻底傻了，虽然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肮脏的两个地方就是皇宫和妓院，但真正知道了宫中那些事儿后，身为庆国最大的妓院老板，范闲也不由得大受震惊。好不容易平静下来，范闲这才知道了红烛的恐惧是从哪儿来的。换做任何一个人知道了这样一个不容于世俗的乱伦故事，第一个反应恐怕就是害怕被杀了灭口。而此时的范闲也知道了为何李承乾最近如此的平静，显得胸有成竹了。他有足够的把握让李云瑞舍弃了老二，而支持自己。不过范闲却不太确定，万一只是李云瑞玩弄李承乾的感情也说不定。但转念一想，这件事儿好像也不需要自己关心呢。范闲只需要在这个消息里面获得巨大的好处。只是范闲心里也的确不太舒服。一方面，李云瑞是庆国第一美人，怎么能用自己的身体当做武器呢？另一方面，就是不管怎么说，李云瑞也是他的丈母娘。李承乾跟自己的丈母娘有一腿儿，自己在吴州的那个老丈人林若甫的帽子怎么办呢？而自己又算是什么呢？想着想着呀，范闲心中产生了无名的怒火。明明是一个可以让他大做文章的消息，却让他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总觉得是自己被李承前占了便宜。沉默了许久，范闲从愤怒和荒谬中摆脱了出来，准备好好利用一下这个惊天消息。只不过这件事是不能和红烛当面交谈的，从宫中内部出手，没办法将这件事发挥到极致。范闲不可能让监察院扒出去散播流言，冒着庆帝震怒清查监察院的风险扔出这些流言，必须要让庆帝和太后亲自发现这个宫廷丑闻才行。这都是你画的？怎么会在母后这儿？是不是？闲来无事，作画取乐罢了。这不画脸也是取乐？你要不要我再问清楚，这到底画的是谁？你是太子。儿臣知错，儿臣谨遵母后教诲，儿臣再不画了。石家镇又是怎么回事？二哥反应及时，我的人赶到的时候，他的人早都撤走了，镇上没有留下任何证据。那你又何必放火屠镇呢？因为范闲是个好人，只有这把火烧了，他才能跟二哥势不两立，才会永远站到我这边。那就更不能让他知道真相。母后请放心，这世上除了疯子，谁会无缘无故做出这种惨绝人寰、卑劣行径的？真相只有一个：二哥行凶屠镇。你就这么看重范闲？谁不喜欢好人啊？大人，启年在这儿等您呢。我不是让你回家好好想想吗？跟在我身边全是危险。想好了，这么快？没什么好想的。夫人说了，1个月能挣这么多银子，别的地儿那是赚不到的。还有，大人是好人。好人有啥用啊？身边全是危险。大人，这世上的危险到处都是，唯独好人太少。话说回来，我算是哪门子好人啊？我身上毛病多的是，我怯懦、自私、贪婪、自负，有的时候安于现状，有的时候瞻前顾后。说穿了，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普通人遇到现在这局面，会怎么做啊？会怎么做呀？撂挑子不干啊！提丝也没了，线索也断了，我拿什么查下去？我凭什么查下去？与我何干呢？人啊，
就是得学会独善其身。大人，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您的言行主张，已经改变了很多人呐。谁呀？起码有我，王启年。陛下的意思好像你还没弄明白啊。我明白，撤我提司腰牌，赐婚李承泽叶家。谁不知道叶家有大宗师坐镇啊？这门婚事一成啊，李承泽将来就是前途不可限量。陛下呀，就是保护他呗。心里委屈，我哪敢委屈啊？他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陛下护着自己儿子，应该的。所以你就不想查下去了？院长，我拿什么查下去啊？皇子犯法，我冒死进京向他进谏，他不听。好，我听他的，我活着回来，重新向他进谏一次，他还是顾左右而言他。我说什么有用吗？这世上我能相信谁啊？我能相信他吗？我能相信你吗？你信不信我没关系。我把这个给你捞来了。陛下把它扔到水里，说过要撤你的提司吗？今天的所言，所有人都能看出陛下在护着李承泽，所以从现在开始，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化名为暗，这是要我潜在波涛之下寻找暗流。怪不得要扔在水里。想得过多，想得过多。意思是这个意思。可是史家镇没了。如果你要不冷静的话，还有许多史家镇会没有。现在最重要的是，你真正了解你的对手吗？你是不是想到了你今后怎么做？我的对手是李承泽和所有像他这样的人。我不是我那样，做不到为了改变这个世界而活着。但我活这一世呢，最起码想要做一个自以为的好人，让我的良心能平静一些。我不想再看到滕子京死了白死那样的事儿，也不想再见到老金头那样无处伸冤的百姓。我要替他们说话，我要替枉死之人找回公道。所以你就要冷静下来，收敛锋芒，从头再来。监察院提司虽然权重，但孤身一人。你来京都很久了，应该有属于你自己的麾下。有王启年，报告。诸葛还记得吗？自然不搞。诸葛死后，一处没有人治养。我建议你呢，这个提司先把一处担起来吧。一处监察京都百官，牵扯极广，既是是非之地，又是鏖战之处。你刚才说想为民发声，搞垮李承泽，这个位置最好。陈院长，我这次北齐之行，听说了不少事儿。好啊，见世面。是不是我这一生都在你们掌控之中啊？如果我说我在帮你，你信吗？我敢信吗？
毕竟你是他儿子。有句话我早就想问了，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和我娘不同的路，你怎么选？不可能。如果就是这样的，那我一定选你娘。所以归根结底，你们帮我，还是因为我是他的儿子。说得对。那你们要失望了，我跟我娘不是一样的人。你要知道，世上没有一样的人，但你和你娘最本质的部分是一样的。我可不敢立这碑。立不立碑不重要，我想告诉你，你将来一定会走你娘的路，而且我现在做的就是确保你能走上你选择的路。一生都在被控制，还要确保走上自己选的路，这不荒唐吗？欲取先予未必荒唐。你是早就想好了？我曾经说过，你想做什么，我都会在。虽然我骗过你，但这句话是真的。那你现在还有什么瞒着我？当然有，但要保密。我还能信你吗？可以呀，但不能全信，人心难测。那我信一半，多了。这还是原来那块吗？比我想见你的人来了。抱月楼的事别留后患。我知道。您怎么来了？这是范闲，姓范，是我儿子。没人跟你抢。咱们庆国最讲究的是什么？是不是孝道？有没有父慈子孝这一说？有啊。远行千里回到京都，不是见驾就是见你，成何体统？他这是生的什么气？我没生气，我气什么呀？我是讲道理。我问你，范闲远行归来，不首先回府请安，是不是有违孝道？真闹大了，礼部是不是能参他？你说的真对，是。你也有认错的时候。但不是我叫他来。不是你。其实是我自己想来的。我是想擦擦这石碑。回家，你跟我一辆。您喝茶。宫里的事儿，别太计较。陛下虽然扔里腰牌，却没有明旨。没有明旨撤去提司职务，陈院长提醒了。这里是京都，不是武者械斗。要想跟老二争锋，不靠一己之力，还要培养麾下嫡系。这点陈院长也交代了。回头我到医术上任。陈院长是在帮你，可这是京都。
总得留个心眼儿。可以信陈院长，但不能全信，人心难测，这点他也说了。他倒是言无不尽呐。不过有一条我不太同意，哪条？人心难测，对别人是不可以全信，但对家人却不理如此。哎呀，礼部那些家伙经常拿孝道来说事儿，我赶过来并不是稀罕请安，我是担心你在官场上被人落下把柄。父亲大人金口玉言，我听了之后啊，茅塞顿开。想明白就好。哎呀，回来之后还没去看过婉儿，要不我还是先回家待2天，过几天我再去看她。哎呀，是得回去看看若若，你妹妹对你甚是想念。若若，若若，若若，你终于回来了。你干什么去了？我浪迹天涯去了。浪迹天涯？去了多久？大概1炷香时间吧。你这浪迹天涯的还挺快。其实也不光是浪迹天涯，我主要是逃婚去了。陛下赐婚的事我听说了，我不乐意，所以收拾收拾就跑了。那怎么又回来了？走得太着急，走到一半冷静下来，想明白一件事儿。哥，你说这世上我最信谁？谁？当然是你呀。所以我想着是走还是留，我得先问问你。那我要是说让你留下呢？你干嘛？既然不走了，就把衣服收好放箱里。你不担心我让你奉旨成婚？不担心啊，哥。我都说了，这世上我最信你。若若，你是不是不想嫁？不想。哥知道了，你放心，我想办法。你不想嫁，咱就不嫁。好。真要是不行啊，我带你跑。行。哎，别，头发乱。行，那你先收着，我去处理一下范思哲的事。哎，哥，你不是刚回来吗？范思哲怎么了？事儿大吗？这么说吧，我差点想把他打死。我经常这么想，我帮你啊。是个误会。哦，那只能下次动手叫我。那好歹是你弟弟。你可是我哥，你能不能一视同仁一点？那不行。啊，未来我可能有很多弟弟，但是哥肯定只有你一个了。好像有那么点道理。若若，你放心，哥不会让你信错。那当然了。哎，你说范闲回来了？是的，少爷。我爹特高兴吧？
爹，人叫我。哎，哥，你可回来了？这还什么都没问呢，就先跪了。这气氛我熟。鲍月楼的事儿你知道吗？知道。谁是东家？我。这不胡闹吗？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娘，我就是想挣点钱。为了银子，连人都不做了？老爷，你饶他一命吧！啊，举家法来。哎，不用。其实他也是被人骗了。对，死者本来就不聪明，肯定是被骗的。娘，您平时不是说我挺聪明的吗？这会儿就闭嘴吧。不论是否被骗，既然犯了错，就要受罚。这顿打，他逃不了。其实我已经打过了。对，范闲他已经打过了。啊，你们见过？啊，见了，上回差点把我打死。为何不跟我说？我哥说跟谁都别说，就让我在屋里待着。这些天不出门，是因为范闲？啊，那岂不是早就回过京都？确实回过。到底怎么回事？爹，这事说来话长，别让他一直跪着。站那儿。说到底啊，这件事儿还是老二给我挖的坑。反正情况啊，就大概是这样。鲍月楼逼良为娼的事儿，他确实不知道。您听见了？我真不知道。鲍月楼一旦事发，第一个抓的就是你。哎，别，他没跟我说是青楼，就说是听曲儿聊天的地儿。我，那怎么办啊？其实这事儿啊，只要我妥协服软，就能过去。那不可能！你娘这么相信我？什么时候见你服过软呀？思哲这事儿你有安排了？短时间之内，鲍月楼要想跟他撇清关系，不太现实。现在要想保他，就只能离开京都。有道理。那我陪思哲回儋州怼着，也不能留在庆国。不在庆国去哪儿啊？要北上，去北齐。太远了吧？也好，那我就陪思哲北上。姨娘不能陪，她得自己去。为什么？是啊，这是暗中远行，不是游山玩水。你好歹也是国公之女，你陪着谁不认识？那也不能让思哲一个人去北齐啊，他都没离开过京都。思哲，你害怕吗？有点。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突然之间就要离家远行，从锦衣玉食变成无依无靠、前途未卜。你别说了，越说我越害怕。但这对你来说也是机会。这哪算机会呀？人不离开家，就永远不会长大。你是不是也想过，想对某个人证明自己不再是一个孩子了，证明你并非做每件事情都是错的，证明你自己也可以被期待。我想证明，那就北上，找到你自己的路。他做不到。好，大声一点。好，我听不见，我能做到。错误是我犯的，我就承担后果。爷，我愿意去北齐。可你明明在害怕呀。娘，我是害怕呀，可是我也不能走在您的身后啊。我已经长大了。何时出发？今晚。这么快？快点好，娘，我怕再过2天我变卦了。
哥，北齐是不是特冷啊？有点冷。好，那我多拿几件厚衣服啊，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怎么一下子人全变了？姨娘，有时男人长大，只要一瞬间就够了。不行，我得去交代两句。还真有些突然。说到底啊，他还是被我牵连的。你刚才说的没错。什么？男人长大只要一瞬间就够了。命运嘛，总是突如其来。这小子没让我失望，不愧是我儿子。这些话，您倒是当着他面说呀。天冷了就记得加衣服，每天吃饭别马虎啊。知道了，娘，您别送我了，再送我真舍不得了。行，行了，别哭了，您再哭该出皱纹了。你才出皱纹呢。走了，娘。范闲刚才说，有些话该当你面讲。马车备好了。谢谢爹。还有，你没让我失望。范思哲，不愧是我儿子。一路小心，我跟你娘等你回家。看什么呢？看雨。我从小就在京都长大，什么样的雨都见过，早就看腻了。可是今儿这雨，怎么有点舍不得呢？你就当是京都为了给你送别，感动的都哭了。要不你也哭出来？我不哭，我现在是大人了，大人都不哭。大人也会哭，有的时候长大了，想哭的时候更多。哥，那你陪我一块儿哭吧。北上的又不是我哭什么？就是一句好话都不会说，是吧？银票啊，这都是给我的。
这是本钱。等到了北齐啊，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赚钱。做什么买卖你自己定，出什么事儿你自己扛着。别忘了，你要跟爹争名，要跟你自己争名。你们碰吧，这钱得还啊！这是投资，等你赚了钱，我得分红啊！咱们这亲兄弟还算这么明白呢。不要还回来啊！不，你放心，肯定不能让你赔本。你说这个挣钱是第一个任务，那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呀？你还记得郭宝坤吧？啊，他也在北齐。别了吧？什么别了吧？你都给他打得那么惨了，斩草还要除根啊！他现在给我做事儿呢。他都能给你做事儿了。你到了北齐，第一个先去找郭宝坤啊，然后呢？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记在心里，别告诉第二个人。那能告诉郭宝坤吗？别告诉第三个人。咱说话得严谨。闭嘴。辛苦各位兄弟，提司严重了。这几位会护送你北上，一路上他们照顾你。他们几个是谁呀？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路上小心。走吧。那我娘你帮我多照顾点啊！放心吧，一切有我。谢谢哥。我记着呢啊，放心吧，亏不了。不用担心，那几个都是四处的好手。你弟不会有事的，多谢了。不用谢我。若不是院长交代，我可没工夫管你的闲事儿。哎，明天我到一处上任，要不要来看一眼？范闲吧，叶灵儿，看来我这轻功还得练啊。你快来快来，我跟你交代点事儿。你跟我交代什么呀？晚上别打岔，我记性不好。婉儿料到你会来，提前躲出去了。婉儿躲着我，为什么？她让我跟你说，第一点，婉儿知道你很爱她，她也很爱你。第二点，因为第一点，所以她很担心你刚回来会面对很多危险，她希望你能集中精力好好应对。第三点，因为以上两点，你最近就别来找她了，她是不会见你的。这话都是婉儿说的？啊，这都是我理解婉儿说的话。哦，她说你会懂她的。哦，还有一点啊，什么来着？哦，他说他一直都在。我懂。哦，那麻烦你也帮我转达两句呗。哦，行，你说吧。第一，想你；第二，放心。怎么到我这儿你就不记了？就4个字我还记不住。哦，有道理。你快走吧。
真搞不懂你，想见就见呗，干嘛把自己弄得可怜兮兮的？眼下时局，他应该专心做他自己的事儿。我怕我见了他，就不想让他走了。真羡慕你们，我这辈子是没这福气了。灵儿，你要是实在无法接受陛下的赐婚，明日我陪你进宫，向陛下请命，把婚退了。我爹是不会同意的，我都想好了，大不了一死。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家里已经在着手婚约的事儿了，我看着实在心烦。我能不能在你这儿住些日子啊？想住多久就住多久。爹，我回来了。你是关哪间？我没事儿了，是来接您回家的。你没事就好，别回去吧。我在这挺好的，不回。你有没有想过，帮范闲假死是什么后果？范闲进宫了，欺君之罪他一人扛。你还知道欺君之罪啊？这4个字，往往连带着满门覆灭、血流成河。我为什么待在这里面？真的是做个样子吗？我是准备把命给你赔上。我盘算过了，最多我死不牵扯家里。你盘算过了？庆国律法、陛下权威都是你判断出来的？若有差池，我一人顶罪。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命说不要就不要，死了一了百了。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怎么就不得已，让你如此不计后果？此事涉及皇子谋逆，那你就回京再说呀。事关庆国，我不该坐等。这么说，你还是为了庆国？我所行之事，皆是如此。为了庆国，不惜欺君。庆国高于一切。那陛下呢？陛下当然身系天下，但是人终究没有国重要。好大的胆子呀，严冰雨！您教我的，家国至上。
总算你还知道，看有没有人才说这种话。我也没那么傻。来，我看来说，你为什么要帮他？我不是帮他，是为庆国。但你也在配合他。是。他这人虽行事荒唐，但也算是有些胆色。这么说，你愿意辅佐他？为什么要辅佐他？监察院未来，或许是他接班。陈院长无可替代。唉，我们老喽。陈院长想退，不止陈萍萍，我也想退。监察院该交给你们年轻人了。您退不退倒不要紧，陈院长不能卸下担子。这话怎么说的？那监察院没人比陈院长更重要。你知不知道，你去北齐，其实早就在陈萍萍的谋划之中了。为国尽忠，求之不得。他就猜到你会这么回答。他让您这么问我的？他还有一句：是不是他的任何命令你都接受？当然。如果他的命令是让你从此不再听命，只遵守自己内心选择而活呢？什么意思？哎，来摸你吧。你没事多接触接触范闲。是有差事吗？交朋友。交朋友也算差事？让你学学他。情感和律法有时候需要平衡，这一点你不如他。这怎么平衡啊？这是两码事儿。就像你把沈仲妹妹带回京都，这是我违令行事，甘愿受罚。令不令的再说，对还是错，不谈。你这么做，就是听从内心选择。对和错怎能抛开不谈？不急于一时一刻，先回家。四处的差事，我会慢慢的都交给你。爹啊，累了这么多年了，哼，也该享享福喽。好，为了您，我以后尽量不欺君。要不，我享福之前，先把你逐出袁家。这也是差事吗？哎，慢慢来吧。严大人，来，慢点讲。还真来了。院长的意思，让我给你带个路，熟悉熟悉。给我，快！就这儿了。多谢啊，多谢。别谢，来，搭把手，来好。哟，这么热闹吗？医术嘛，与京都百官都有往来行动。诸葛死后，越发荒唐。来，
走啊，进来看看。你自己去吧，我懒得看。有好戏看，保证热闹。咱就这么进来，也没人问一句。云梦鱼，认识？南方大湖特有的鱼种，出了名的鲜美。南方，挺远吧？是。那这些冰块呢？去年从北方边境凿下来的，一直保存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些鱼吧。800里加急运来京都的。一个极南，一个极北，800里加急，就为了尝个鲜。你们三个干什么的？老王，小猪，严公子，提司大人。哟，连我都认识。院里有谁不认识提司大人呢？您平时这么忙，今日怎么来一处了？小猪啊，哎，院长发话了，小范大人以提司之职暂理一处诸般事宜。哎呦，那是天大的喜事啊！小人这就去禀报。哎，我问你，小猪是吧？哎，这人梦鱼是谁送的？这小人刚办差回来，不太清楚。行，那我进去问问别人。哎，对，小人还是去禀报一声，让大伙出来迎接你啊。不用，我自己进去看。这是要碰了，碰！都认识我吗？可以啊，挺气派的啊。麻将都是用琥珀的。大人是假的。我是假的？不，大人，琥珀是假的，只是瞧着像。谁送的？内库，他给咱们8大处各送了一副。大人，咱平时有公务的时候呀，那是绝对不玩。只是近来确实无事，请大人恕罪。外边那些鱼呢？谁送的？什么鱼啊？云梦鱼，就800里加急那个。这小人倒是不太清楚。这是谁管事？这也不知道？哦，怀大人，几位主管都请了假，一个都没来。也是近来无事。怎会无事？一处每日案卷文书，该审阅归档的可都不少。谁来操办？处理的主簿，这些杂事都交由他办理。这人在哪儿？就在侧院，小子这就去叫。不用，我自己去找他。你们呀，接着玩，玩得开心一点。哦，对了，玩差不多了，趁早把外头那些鱼给放了。放久了，鱼就不新鲜了。别动，还真打算接着玩啊？这怎么办呀？不知道。
有人吗？启田兄，老邓。监察院主簿邓子越见过大人。你认识？嘿嘿，旧识。邓子越，正是属下。你认识我？从未见过。那怎么就跪了？回大人话，如今监察院谁人不知王启年王大人常伴您左右。再说了，您这卓尔不群的气质，剑眉星目的样貌，不怒自威的神态，我若再猜不出来，我是不是瞎呀？小袁公子，行了，老邓啊，大人现在暂领一处诸般事宜了。当真？当真。天哪，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是不是？小范大人如果能来一处，那您坐这一处的话，那一处这就从此以后就有主心骨了。我真是感觉，如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行了行了，全是套话，随你是吧？旧识。邓子越，站着说话。老邓起来。谢过小范大人跟其他大人呢不一样啊。我问你啊，外面那些云梦鱼是谁送的？啊？别告诉我你也不知道。说。回大人，是检书司和兵部联名送的。一筐鱼还能牵扯到兵部？不是兵部，别人也没本事用800里加急把新鲜的云梦鱼送入京都。那检书司呢？此类鲜鱼都是先送往检书司，再由检书司按品序分类，再依次送往皇宫内院和6部各大臣府上。当然，检书司和兵部会留出一份，联名送往一处。都吃了。此鱼异常珍贵，故此有人吃了，有人卖。卖到哪儿？检书司。好极了，检书司送来的鱼再卖回检书司，这买卖可真好做，价钱也不低吧？或许是怕浪费呢。那这检书司和兵部干嘛上赶着给咱们送好处啊？你就照实了说。嘿嘿，这屋里边没别人吧？没有啊，那就说。回大人话，其实不光是检书司，其他6部都有礼相送。人缘这么好？您看，一处嘛，咱们一处本来职责就是监察京都百官，自然谁也不愿得罪一处。有了好处，当然也就不会忘了一处。这种好处你们也敢收？不是他监察的收被监察的好处，何其荒唐！小公子，息怒，息怒。要说他们，那不收也不行啊，所以这荒唐也算是合情理吧。怎么叫不收也不行？您看，做官嘛，大家都住在京都这片儿，3位大人也都应该清楚，京都百官之间关系本就错综复杂，有如蛛网密布。大的都不用说了，哪怕是衣食住行、吃穿用度这样的小事情，你也绕不开这关系啊。如若不收这礼的话，那就算不肯同流，往后恐怕办任何事情都是举步维艰呢。邓主簿这为官的道理，倒是想得很清楚。一处案卷繁多，这些最近都是你在负责？
一直都是。行，医处这边你多费心啊。范大人，我只是个主簿，上面还有好多主管呢。已经没了。从今日起，王启年、邓子越协助本提司处理医处大小诸事。大人，那剩余的几位主管，今日不在的，往后就不必在了。回头我跟院里说一声，送到别处做。快点！你们给我看好了，我范闲，监察院提司代理医处，我还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严冰云，北齐回来的，心有多狠，手有多黑，可想而知吧。换句话说，那是要脸的人吗？你们看这眼神，杀气腾腾。他站在这儿什么意思呀？就是和我生死与共的意思。这样的狠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你们懂吗？我们都懂。我再重复一遍啊，从今日起，医处之前主办全部作废。王启年、邓子越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在座诸位，我话讲完，谁赞同，谁反对？王主管，邓主管，这客气了啊！那个以后大家互相咱们多帮衬啊！大方点，大家叫你呢。多帮衬，多帮衬。邓某以后一定尽力尽心办差。我再多问一句啊，各位可还记得当初入监察院所发之誓？第一句是什么？一切为了信我。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切为了生活。当初发的誓都忘了。没忘。医处是做什么的？监察院是做什么的？求吏治清明，保百姓安宁。你们当初的初衷都他妈喂了狗了！我不管你们以前怎么过的，从今天起，不许再这么过。所有的礼不许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收礼在京都会很难，是吧？人活着哪有不难的？你们出去上街上看看，看看那些百姓，他们都没说难，你们有脸吗？不过诸位放心，我这个人呢，其实还是好说话的。各位要小心，做了错事儿，千万别落在小严的手里，那才是真的惨。我管不着你们医处啊，都是监察院，一切为了庆国。行了，话我也说完了，该办差了。邓子越，大人，属下应该办什么差呀？刚门口那鱼我也看了，我觉着不新鲜。鱼不新鲜，送来的鱼不新鲜，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检书司看不起我们医处，这谁忍得了？邓子越，属下在，带人把检书司给我封了。大人，恳请大人知道，检书司的戴公公那可是书贵妃面前的红人呐。我知道，老二他娘嘛，喜欢读书，我见过。那大人是不是再斟酌斟酌？怕什么？听我的，该封就封。就算要封的话，以何罪名啊？医处这么多案卷，检书司就一点过错没有？那要这么说的话，自然是有。那还等什么？带人去封。大人，我本来就是初来乍到，根本就难以服众，而且我这个职位我压不住检书司啊。那要不辛苦小严公子带队一趟？医处差事与我何干？都是监察院为国效命。那就有劳小严大人了。我带队去封检书司，那你干嘛去啊？请人啊，戏台都搭好了，总得有个看戏的吧？
请谁啊？大罗金仙。